绿色和平甲学者招聘小琉球、澎湖、南方四岛、台东三仙台，对比20个创水点的选湖生态，发现这小琉球甲南方四岛虽然已经有规划这海洋的保护区，不过选湖依然是一直在减少，怀疑甲渔船的活动是有关系。从这一些调查的资料看到，即使在海洋保护区，也仍然存在有明显的渔业压力哈。那这一些现象就提醒我们，光是划设保护区哈，并不等于说这一些的海洋生态或自然资源就能够自动的获得保障。对这画面当中，咱会当看到小琉球甲澎湖、南方四岛的水域，有真侪选湖岛拢已经去互海草砍掉咧，甚至有的是已经白化死去。绿色和平就讲，目前小琉球的海域压力上界重，呼吁就要优先甲渔业管理纳入海洋保护区的规划，限制一寡带破坏性的渔业活动。